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雲林虎尾有一個43歲男子無駕照啉酒駛車，弄到一個16歲騎鐵馬少年家，唔啦一路推行到200公尺遠，弄死了後，佫做伊落跑。2點鐘後，警方抓到人，伊第一時間佫騙講車唔是伊駛的，講伊車互偷牽去，最後是白賊話出破，互移送法辦。敢是去翕到一個查甫人真向講走過大通路，因為伊駛車弄死人了後，甲車等咧趕緊逃走，就驚叫警察調查。雲林縣虎尾鎮26號暗時9點多，43歲陳先生駛車弄到人了後就逃走。警消接到通報，趕過來，趕緊甲16歲騎鐵馬少年仔送到病院，不過傷甲羞愧食力，搶救了後嘛是救無活。當時43歲陳先生駛經過外環道文科路和水影大道路口，弄到16歲騎鐵馬少年仔，佮拖200公尺，少年仔落尾倒佇路邊剩一氣死下，不過駕駛無停來救人，佮繼續駛差不多200公尺，落尾甲車等佇路邊刷了浪槓栓。就是平躺，然後頭部流血嘛，就摸他的時候就是沒有脈搏，我就打119。事故現場攏是火，鐵馬橋攏甲密密麻麻，烏色轎車引擎掛冒氣，查封玻璃嘛離開。警察甲肇事車輛拖轉來到派出所採證調查。差不多過2點鐘後，佇咧陳先生肩頭抓到人，警察閣調查出，伊若無駕照，閣有酒駕前科，即便甲人弄死，嘛切到酒精反應。陳男經檢測，其呼吸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.1毫克，全案訊後依公共危險及肇事逃逸等罪嫌，函送雲林地檢署偵辦。經過了解，16歲騎鐵馬少年仔去厝的附近找朋友，要斷來雪斷到死劫。陳先生甲人弄到了後，閣報警講白賊，講家己經受刷拖車橋偷牽去，想要影響警察辦案。毋過人咧做，天咧看，真警方看破骹手，落尾叫警察移送偵辦。